女士嚟講係 number 1嘅，OK， 遠遠超越其他啦，贏成條街啦。女士第一係乳癌，第二肺癌，第三腸癌。乳房重建係幫助乳癌嘅病人嘅女性咧，係做啲咩咧？係活出自信嘅美，就唔係將佢變靚，係只係回復翻佢有自信心嘅美。乳癌高峰發病年齡係58歲，咁所以點解大家都會聽到話，哇！我身邊啲朋友個個都退休先嚟病嘅，我哋幾多歲退休啊？我冇諗住60歲退休，可唔可以早啲？係咪？係啊，就係呢個發病嘅高峰期，所以點解我哋要40歲開始篩查？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又睇啦，乳癌排名第1發病率，死亡率排第幾啊？第3。死亡率排第1嘅依然都係肺癌，喺女士嚟講。咁即係另外一方面睇啊，好嘅方面睇，其實乳癌係絕對有得醫嘅。雖然佢咁多人發病，但係佢死亡率唔高。我哋有越嚟越多嘅方法去醫治乳癌，亦都越嚟越多嘅方法提早發現乳癌。醫翻好嘅機會係好高㗎。所以其實乳癌嘅康復咧，而家有啲新嘅定義啦。我唔知你哋認唔認同？咁我就當然好認同嘅，就係由生存去到變成生活。因為其實乳癌嘅治療咧，唔係淨係停留咗喺治療嗰一刻，將個乳癌咧攞走嗰一刻，其實係一個成世嘅一個治療，因為你喺個治療裏面咧係會影響你以後嘅一生。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又將兩個天平咧就擺翻去一個平衡啲嘅地方嘅，就唔係話我讀書嘅時候咧，好多教授都話醫咗病先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係嘛？而家咧就唔係啊！我哋諗下，我哋除咗喺而家呢刻同你醫咗個病之後你接下來嘅康復嘅路要點樣行咧？咁整形外科醫生就希望可以同大家咧一齊行之後嗰啲康復嘅路。